上拍台湾歌，上拍心灵摇滚。今日来主持的歌手有晨曦光廊。 什么是后摇滚啊？后现代，伊的重点就是讲，伊的配器甲一般咱听到的摇滚乐较无共，是，啊用咱乐器来对话。刘马德。 阮姊也较好啊，讲啊你紧来高雄，因为当初阮老母中风，迄当阵啊，我就决定讲无，我会使放弃一切。原来这8当是我上幸福的日子。风吹来就亲手叫，留咱的名字。上好听、上时行、上经典、上趣味的，拢伫上拍台湾歌。